喂喂喂喂喂喂喂，这音量可以，这音量可以哈。各位兄姐，以及伫线上的朋友姐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搁一届主日，咱三个组织伫遮，来遮三个来做礼拜。伫做礼拜进前，咱要来念2首的圣诗吼。头一首是194首，开我目睭，互我看去吼。咱的五官内底吼，目睭甲耳孔甲喙。一个上重要的所在吼，咱目睭会使看到即个世界，耳根会使听到咱边仔的声，人讲的话，喙会使将咱所想的、所要讲的物件会使讲出来，互人听吼。所以这是一个3个真重要的器官吼，伫咱的
每一个人的心上吼。啊，伫咱的信仰里面也是共款，咱看要看啥？看圣经，看上帝的话，要听啥？咱听牧师的教导，咱听咱大家信仰的分享，要讲啥？讲咱的见证。所以这三种是一个真重要。所以今仔这个信息内底，就将这三种，伫咱信仰里面真重要。看圣经，听道理，讲见证，吼。所以咱看第一节，咱做来念一届吼。第一节来，开我目睭，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，伫我手中有记了所是伊的拍开注信旨意。第二节，后壁要继续，当我点睛咧听候你，我心定定爱你指示，开我目睭，互我看见至信的事。哦，这是第一节吼。啊，第二节就讲到耳孔，吼，咱爱听，吼，听福音的道理。第三节就讲到爱嘴，爱出声来传播真理。吼，这是今仔日咱要唱的头一首内底真重要的教示，咱做伙来先做。啊，这条是真有理的一条宣的信息吼。来，做伙来。第二节咱较紧一点点。为我依靠，互我听见，你所让我可以经历，只想那里我爱，当不给让我看见的。这是头一首，第二首咱要唱的信息是信息591首，用实证信徒信用亲，哦，591首，这条也是咱时常咧听的一首信息吼，咱请听同一下。来，
准备心来做咧办。今仔日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，奉献地放伫椅仔的头前，请关心奉献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奏乐。
来呀，咱着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上主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下的羊。三甲来金诗，阿罗上帝，圣诗194首，194首，请起立。即时用使徒圣经修订版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真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，到因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是国公堂的教会，统一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启应文2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。启应文26篇，就称赞上主，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，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赐美娘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。伊
伊的手会所做信实公平，永远袂改变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同心来祈祷，慈悲疼痛、至圣至大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拣选阮，成做你的囝儿，也感谢你赐阮健康，予阮会当伫主日早起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搁较感谢你，予阮有祈祷的权柄，阮万项事拢会当对你讲，这是阮做你的囝儿上大的福气。阮要学努你，你是创造的主，海洋属于你，大地是你所造，山尖深地伫你的手中，空中的飞鸟，海里的鱼，一切万物拢属于你。你是公义的主，你厌恶罪恶，审判世界，管教列国百姓，予阮心内正直，搁替阮伸冤，做阮的上伴，将罪孽归到你家己的身上，并保护洗清人类的罪。你是慈悲恩典的主，你有怜悯，有恩惠，无快受气，搁有丰盛的慈爱。你无照阮的罪恶款待阮，也无照阮的罪恶报应阮。天离开地遐尼悬，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也是遐尼大。冬离开西有偌远，你予阮的罪恶离开阮也是遐远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，伊怜悯敬畏你的人也是安尼。主啊，你掌管一切，做阮性命的主宰。阮认捌你，就改变阮的性命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每一天拢是新的日子，靠信心的引带，阮得到力量，决断要来荣耀你的圣名。求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为你做见证，予阮的所做拢合理你的旨意。阮毋是来做好人做善事，做阮的目标，乃是因为你先疼阮，所以阮才有气力疼别人，亲像家己。总是阮是土粉所造，时常软弱，求你加添阮的力量，保守阮脱离迄个歹的。搁知影爱每工亲近你，通过读经祈祷，哪来哪认捌你，哪来哪听你。阮甲你的关系结连哪深，阮的心就哪喜乐，哪平安。也哪想要将你的福音传互遐个还袂认捌你的人。求你兴起阮做你的工人，赐阮智慧，赐阮勇气，出去传扬你的好消息，互逐角落拢遍传你的福音。阮也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你，求你安静阮的心，通过规个礼拜的听书、牧师的讲道，互阮甲你有深搁美好的结连。对安尼，阮的性命定心得到起助。阮将一切摆列伫你的面前，即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吟讲。
咱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加勒太书第3章第21节到29节。家己汉语本圣经215页，新约加勒太书第3章第21节到29节。汉语本圣经215页。安尼，律法甲上帝的应允对立吗？完全毋是，因为若捌传一个律法，互人活的，就义实在是对律法。圣经已经将万人为伫罪恶内，要互所应允的，通对信耶稣基督。来想述遐个信的人，总是即个信未够的大心，咱受固守伫律法的，唯个来听候要显明的信。安尼，律法是做管顾囡仔的，带咱到基督，互咱对信来称作义。若是信已经到，就无搁幸福伫管顾囡仔的，因为恁对信靠基督耶稣当作上帝的囝，因为恁既然受洗礼来入伫基督的，是捌称基督，无有犹太也是希利尼，奴仆也是自由的，查某人、妇人人会分别，因为恁伫基督耶稣拢是一个。恁若属基督，就做阿密勒罕的后裔，照应允来做后嗣。请李信仁牧师讲道，题目是认同换新搁创造。同心来祈祷，想赐活命，互阮开耳孔、开目睭、开喙，来感谢俄勒，来领受真理的主上帝。感谢你通过圣经上帝话语来教示阮，恳求主，互阮心灵，伫主你圣神的管顾引出的内面，行主你三结连，恳求主你赐福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陈牧师列位兄姐，以及伫咱网络顶面线顶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咱的教会今仔日的接纳以及安排，今仔日是总会事工的奉献主日。我代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来向大家请安，嘛伫遮来做伙通过圣经上帝话语，咱来做伙来学习、来思考。以及来对整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咱整体总会事工，通过上帝话语，咱共同来勉励，咱共同来伫遮来起做。特别伫今年是2022年，伫今年2022年到2023年的总会主题是叫做传承上帝国，塑造新的特殊。伫即内底有几个真重要的一个宣教的目标，传承更新佮创造，总是传承会面对一个问题，因为咱即几年内底定定拢会撞到特别的纪念的日子，亲像伫今年是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，咱的教会是马偕博士1875年伫咱即个所在所设立，总是伫即款的历史的传承，也是伫旧年咧纪念马雅各医师伊过身100周年，佮伫前几年2015年的时阵，咱来总会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整体宣教150周年，总是会面对即款的问题。咱咧传承是咧传承什么货？是咧传承一款的传统，也是对真理，也是亲像咱拄则咱的圣歌队所认识，咱咧传承的是耶稣成做咱大家心愿所欢喜的福音。到底即个传承是咧传承啥？上帝国的福音伫台湾的即个土地，咱要起做是什么款的教会观？即内底牵涉着一个真大的问题，咱对信仰是什么款的共同体的一款的认同？但是这款的认同的问题，事实上，伫教会发展的历史内底，时常会面对安尼。今仔日咱所读
加略太书第3章的21节到29节，其实咱会使看到保罗，我用少年人真爱讲的，就亲像咱咧看棒球共款，无咧多闪即个问题，无咧多闪一个信仰认同的问题，伊用地球来对决即个信仰的认同的真核心的问题。即内底伊会发觉到，迄个时阵的加略太信徒出现3个大的问题。你若有机会看加略太书，你对第1章开始看的时阵，你会发觉到讲，迄个时阵真侪人咧传福音，保罗有进前嘛有机会去到加略太，但是呢，伫保罗所传的福音的内底，后来嘛有人去遐传福音，伊发觉到讲，别人所带来的信仰的认同，影响着后来的人的传承，开始质疑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搁来有一寡人开始质疑，哎呦，保罗你这个人嘛毋捌看过耶稣，耶稣的门徒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遮个对伫身躯边，保罗你凭什么会讲你是使徒？所以咱有机会看到加略太书的一开始，你对第1章的大概是第11节到第2章的第15节、14节左右，保罗用一段话开始咧讲，伊是安怎会使称作使徒，伊家己的信仰的经历是甚物货。但是足麻烦的一个代志，这个代志嘛是迄个时阵的加略太教会面对迄个时阵到底要传承啥、共同认同啥、信仰的核心的问题，到底我真做一个基督徒，我是安怎的条件？是爱真做守律法，也是爱像犹太人共款？因为迄个时阵，你讲守律法的前提，其实守律法的前提有一个头前，上帝来创造咱人，律法是后来的开始。所以有一寡犹太人讲，阮的祖先亚伯拉罕，伊是上帝所讲、所束缚，所以阮有即款的圣的律约的传承。所以既然恁遮的人要真做所谓基督徒也好，信上帝、耶稣的即款的信仰团体也好，恁是毋是亲像阮即款犹太人有选民的身份？恁若是有选民的身份，恁是毋是爱有一寡的记号？但是你会发觉到，伫即个迄个时阵呢，社会处境就毋是安尼。咱看即张地图，这就是迄个时阵的加略太地区的地图，迄是伫即摆土耳其、土耳其的中部啦。但是你来看讲，加略太其实范围足大。你若是真粗略甲分说北边、南边来看，北边的遮的民族有一寡是对即摆的法国迄个时阵的名字教儒来的人，因保留因的生活的习惯。但是伫较南边的遮的加略太人，因较倚地中海，所以迄个时阵因所接触商业，也是迄个时阵的一寡新的知识较侪，总是有一个大问题。遮的人大部分拢毋是犹太人。你若是讲因要真做犹太人的习惯，我拄则讲的，恁选民，恁凭什么会讲恁是信仰有稳定的团体？所以有一寡人去遐传福音的时阵，伊讲无恁吼千条万条的律法，恁来守一条就好，无恁来行割礼。但是对因来看，这是一个对因身体顶头的一个真特别，因会感觉这是毋是主要的条件？啊，是有一寡人恁改变一下恁的饮食、恁的食食的方式，好无？恁遮的也是讲北方、南方的遮的加略太人，恁讲爱恁卖食，比如讲教儒的人，因足爱食的物件，比如讲鸡啊，还是啥物货？这有一寡物件，鱼啊无蓝，无鱼鳞无蓝的鱼啊，恁卖食好无？但是迄就毋是因的生活的惯势啊。所以迄个时阵，
面对的一个大问题，就是讲，是毋是爱有律法的行为，亲像我拄则所讲的，行割礼的问题、食物的问题、安息日，特别安息日迄个时阵，若是讲用咱即马的时间来看，安息日对拜五的太阳落山了后，你袂当点火呢？点火啊！你无守安息日，安息日啊，但是迄个时阵的人的习惯，你讲无点火，我无法度煮饭啊，也是有一寡人，伊虽然伊知影有安息日，但是伊的外在的行为，我安息日我至少嘛爱牵马啊，你牵马啊，真歹势，你无守安息日，变做是毋是安尼？还有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也是讲爱有遮至少守遮的物件，你食食爱改变，你爱去甲我行割礼。若行割礼迄个时阵会医学较无好的时阵，你动手术出啥物代志，迄是你应该的。这拢足大的麻烦。你安息日啊，你着爱照犹太人的传统守，所以一个足大的问题。安尼诚做迄个时阵，伫迄个社会有多元文化的遮的人。无一定是犹太人，但是是毋是诚做基督徒进前，爱诚做爱守律法的行为的犹太人？有一派人咧传说的时阵，开始保罗发觉到这是大问题，所以写这个批，伊咧强调的一个代志，信才是关键。但是这个信包含是甚物款的意思？伫今日咱的根据内底，伊伫咱今日所读的圣经，加勒太书3章26节，真清楚、真直接甲因讲一句话：因为恁对信靠耶稣基督，拢做上帝的囝。既然信靠耶稣基督，恁就是上帝的囝。若是这个是一个前提的时阵，守律法，也是讲犹太人迄款血统、传统、稳定的律约的传统。恁拢毋是行失路是安怎？因为信耶稣基督，就亲像咱拄则圣歌队所唱的这首内底，耶稣以外阮无所求，找你的人赐伊稳定。得到耶稣基督，就是有得到即款的稳定，毋免搁伫苛刻伫外在律法的行为，也是血统族群的传承。用即马的现代台语的译本来看的时阵，恁大家对神甲耶稣基督既然诚做上帝的囝儿。伫中文的和合本的修订版安尼翻译讲，恁照着神，伫耶稣基督内，拢诚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。但是这内底你会发觉到，这个神的关键到底是甚物货？其实这内底有两个意涵。通常咱拢会有一个了解，是受到路德马丁宗教改革的传统，也是对保罗内底伊推信之前咧，定定咧提到，因为恁信的称作义。也是讲，因为你们的信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因为恁的信和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会强调这是什么货？人对耶稣基督的信，的 pistis， 这个信是什么货？信心、信用。这个信的字，伫希腊文内底做 pistis， 但是其实伫这内底爱强调的一个意涵是什么货？共款，信心和信实。这两个伫咱的语言内底无共款，信心、信实，但是伫希腊语内底是共一字，所以这内底要强调的是，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显明的这个信息，这个信息无落空的原因是什么货？上帝创造咱这个世界，伫旧约的时阵对人的力量。这内底所表明的是上帝的信实、圣洁、良善的这款的特质，特别是上帝和人力约之间的迄款真完整。上帝无咧和人讲白贼，这个约
这个恩典的约就是信实的约，但是通过耶稣基督，唔单单伫犹太人，是伫咱每一个人，超越族群、超越空间、时间的界限。你只要通过耶稣基督，咱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咱拢会得到这个恩典。这就是伫保罗伊所咧强调的。但是这个时阵，佮面对着一个问题，安尼保罗，你是毋是看轻律法本身的角色？其实保罗并无否定律法的某一款的意义。咱看到咱今仔的圣经。也是恁有机会，恁将恁手内圣经，咱来显开。咱看到第3章21节，安尼讲，安尼律法甲上帝应许对立吗？断断毋是。保罗并无否定讲律法的一个意义，律法和上帝的应允并无冲突，因为若捌传实的律法会互人活的就义，实在是对律法。因咧讲的是甚物货？律法并无去减少着上帝的应允，所以保罗并毋是讲反对律法本身的角色，是提醒你毋通将律法的这内底的这个意义去看无去，变做是注重律法的形式，忽略讲律法本身内底的迄个意义。因为若传一个律法会互人活的，就义实在是对律法，毋是传律法要互人活。这个义毋是出自律法，是出自上帝。但是上帝应允和律法无冲突。搁来，律法其实无影响到上帝对咱的应允的结果，因为律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甚物货？总是圣经已经将万人为伫罪恶内，要互所应允会通对信耶稣基督来享受遐的神的人。因为所讲的总是圣经。你讲的是旧约的希伯来圣经，才会坚定内底，互咱知影甚物货是罪。知影咱人是甚物货时阵，是有罪的时阵，需要上帝的恩典。但是对罪这内底的条文化是甚物货？是律法。但是律法无影响到应允的结果，是因为要互咱所应允的通过对信耶稣基督，拄则信的两个意涵，信耶稣基督，咱的信仰，也是通过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来见证的应允的迄个信息，上帝的信息和人的信，来享受互遐所有来信者的人。所以伫即内底，律法嘛是有伊的功能性，但是毋是信律法本身。律法互咱知影罪，但是上帝的应允是通过耶稣基督，所以律法无影响到这个应允，所以毋是信律法本身，是来信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这款信。若是迄个时阵，保罗佮用迄个时阵的人较听有的话，律法有伊的阶段性任务。阶段性任务伫旧约的时代，亲像一个囡仔还未大汉，伊需要有一个什物货？伊讲，安尼律法是做什物货？管顾囡仔的，管顾囡仔的有一个翻译是什物货？或者若是用希腊语，迄较接近，或者监护人啊。就是囡仔吼，还未成年之前，其实伫因的社会内底有一个类似，其实即个人有知识，但是伊的身份的阶级是奴隶啦。伊爱去照顾即个陪伴即个囡仔大汉的监护人，爱家教讲啊社会规矩，陪伴伊安怎行路等等的。律法较成即款的角色。但是伫旧约，人还未真成熟，佮亲像囡仔的时代内底，需要律法来成做即个监护人、管顾人，安尼甲你照顾，还是亲像年母的角色。但是即马若是神已经到，就无佮丰富伫管顾囡仔的，这是3章25节。
这个神已经到是啥物货？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来完成这应允的信息已经到啊！这个的时阵，这个时代已经是啥物时代？律法爱安怎？爱退场的时代。律法已经完成伊阶段性的任务。这个时阵是进入到稳定的时代。这个稳定无，这个稳定毋是讲即马较有尔，是上帝的创造以来拢有。但是佫较清楚是讲，既然若是神已经到，就无佫降服伫管顾囡仔的。这个神是啥？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见证的这个上帝应允的信息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个时阵律法的角色就退场。但是若安尼的时阵，保罗用这短短的5节对3章21节到25节，将这个律法的定位真明显地定出来。这真无简单，互咱知影讲哦，原来律法有个时代性的角色，伊是管顾人，互咱知影做。但是咱毋是信律法本身。但是即马，既然恁已经接受即款的信，恁到底恁爱有啥物款的更新创造的画面？伫即内底，伫咱今仔所读的圣经，加拉太书3章26节到27节，咱看白色字是台语的部分。因爱讲，因为恁对信靠耶稣基督拢做上帝的囝，因为你既然受洗礼来入伫基督的，是捌称基督，就是讲咱所有的人进入到即个所谓受洗礼，就是进入即个信仰的团体，也是你宣告，我相信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信息，咱拢是啥物货？入伫基督，拢有穿基督的这领衫，这是一个更新的使命。这已经是啥物货？一款的重新的创造，塑造你新的身份。但是这个身份的内面，迄个阶级化、族群真复杂，也是讲男女之间，甚至迄个时阵对伫初代伫第1世纪主后第1世纪的社会，特别伫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个社会，有阶级、有族群的分别，性别特别女性各方面有人受歧视等等的。但是保罗伫即内底提出一个新的创造的重要观念，伊讲无搁分犹太人，也是希利尼人，奴仆也是自由的，查甫人和妇人人的分配，因为恁伫基督耶稣拢是一个，恁若属基督，就做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照应允来做后嗣。这个应允来做服侍嘛，毋是讲你是犹太人的传统的即款的血缘的关系，毋是恁若属伫基督，因为恁今日通过信，恁受洗礼，恁就有安怎称基督。但是即内底，恁爱重新来反省伫生命内底，伫信仰团体之间的即款的问题。伫这个信仰团体内底，伫加勒泰的迄个社会内底。有可能虽然是信仰团体，但是内底嘛有阶级之分，阶级的分别。某米人来，这位这较大，来，请你坐一下。这个是奴隶你去外口，你去边你袂使入来。信仰的团体毋是安尼。特别迄个时阵，保罗嘛讲真进步，无阁有查甫人。和富人人，迄个时阵有一寡人甲富人人当做啥物货财产，毋是安尼分，这拢是属伫基督的人呢。咱伫基督内底爱啥物货，拢是一个，成做一体。无阁有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就是希腊人。咱来看和合本修订版中文的翻译，无阁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。伫基督内底拢成做一体，每一个人拢是有稳定生命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这对咱台湾人来讲嘛是福气呢。咱
会使伫遮，咱拢是啥物货？有穿基督，咱已经和即个旧约的祖先亚伯拉罕有关系，是安怎？咱拢是伫，若是信耶稣、信基督，就是得到上帝伫旧约内底因咧讲的即款的恩典，毋是通过啥物货律法本身，这是真大。互迄个时阵的即个信仰团体，特别保罗讲出遮的，较会使互影响，互咱的基督教信仰，也是基督的信仰，也是耶稣基督的信仰，开始向普世传出去。无即个信仰有可能变做嘛是一个族群化、单一化的信仰，可能属于犹太人。但是保罗伊家己拍破伊家己的限制。伊有足好的条件，伊至少伊是罗马公民，伊8岁就啥物岁会受割礼，而且呢，伊对律法是律法内底上界守律法的法律裁判，阁有伊知识足好，受教加马列。但是保罗讲着这等于是啥物岁？伊若是要徛在一个最高点的时阵，大家拢应该来亲像安尼来守律法割礼。毋是，伊看到信仰的中心是迄个信，迄个信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来成就的迄个信息。今仔日已经到咱每一个人生命内底，保罗看到即点，所以保罗伫伊的生命内底一定是，虽然伊毋是伫耶稣边仔的这学生，也是讲伊后来有啥物大马色的路程啦，看到光安尼对马射落来，但是一定伫圣神的感动内底，也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听内底，互伊看到这，将这内底真具体来讲出来。但是这内底咱看到伊一句话，伊讲，因为恁伫基督耶稣拢做一个，伫咱生命的具体的表现是啥物货？咱会当想看的，即款。到底伫基督内底，咱成做一体；伫咱的教会内底，也是讲保罗，若是伫即摆即个时代，也是耶稣伫咱即个时代，对咱即个信仰团体，特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讲啥物货？所以呢，讲伫基督内底成做一体，伫迄个时阵，可能我感觉保罗一方面伊写册的时阵，伊嘛看到一个大问题。即个大问题，和即摆足共款的。迄个时阵有帝国的统一啦，迄个帝国的是啥物货？迄个帝国是罗马帝国，但是咱即摆嘛看到即款帝国的即款势力来啊，这是啥物货？每一个人拢共款，爱听领导者伫啥物货？伫党的指挥，即摆佫家己去福建舰第3代航母即礼拜。前几天，中国宣称因第3代的航空母舰无人来，这是毋是一款的效益？这毋是，这是伫帝国、伫律法主义内底的一款的统一，这毋是属于基督。伫基督的效益较亲像咧白龙船，大家有大家人的角色，大家向一个方向，咱共同来拍拼。但即款的方向是啥物货？因为咱拢是受洗礼，入伫基督，是捌称基督，称伫基督，大家人伫家己的角色顶头合力向前来跑走。伫即款，若是伫保罗伫咱即个时代，有可能伊会讲啊，咱做伙白龙船。但是伫迄个时代，伊伫菲律宾，会用迄个时阵的招标是啥物货？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咱的目标是啥物货？但是伫即内底，保罗，咱若是有机会，佮继续来看加略太书，因咧讲的即款更新的使命是啥物货？伫结出圣神的轨迹，伫加略太书5章22节，若是圣神的轨迹，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吞忍、慈悲、良善、忠实、温柔、准则，亲像即号无有律法来禁止。迄个时阵，伊讲结圣神的轨迹，若是保罗出生伫咱即马的饶河街夜市，伊讲可能伫圣神内底的啥物货的肉粽你内底会包的内底嘛爱有遮
内底有迄个有肉啦，有卵仁啦，有啥物干贝啦、虾仁，所以咱若是圣神结的肉粽内底，至少咱的品质内底爱有啥物人来欢喜、和平等等的食啦，有可能保罗用迄个时阵听有的话，若是即马的时阵，这是无律法禁止，总是保罗将即个内底，伊嘛伫加略太书伊有咧讲的，会讲即内底的律法上重要，就是彼此相听。伊嘛讲到即个相听，但是你要注意哦，加略太书是伫福音书进前就已经出现。所以，因咧讲的即内底无律法禁止，就是咱信仰的品质，咱的具体的行为是啥物货？是彼此互相的相听。嘛，亲像咱的教会，我要来进前，看下咱对旧年甲今年有一个即个主题，我时常咧想，行出即个框架，保罗引带。加略太信徒走出即个对信仰传承的错误理解的律法，也是犹太人重新主义的框架，会当进入搁较啥物货？也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应允稳定宽广的使命，所以伫即内底较会影响着讲，搁来爱做培育训练、影响宣扬者的工。伫即内底嘛会当对咱的教会的宣告主题内底，嘛亲像迄个时阵，保罗对加略太即群人，通过即场培训的勉励，总是伫即内底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本身。我要来今仔日是19号，伫昨下晡我较对台南北河的哪来教会转来。阮的迄个总会的干事团队，伫遐有3天的灵修和研讨。你想到底咱的教会，伫现主时的即个环境内底，要安怎来传承上帝的国？要安怎来塑造新的特殊？即内底有一个基础啦。嘛，真感谢咱的教会苏国贤长老。伊所做的基督教整体咱台湾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来看，咱台湾的教会的发展到现主时是安怎爱了解到即个处境啦。所以伫2年前2020年的年度宣教会议，迄个时阵，拄好是对2010年有10年的所谓一领的新培甲运动的一个嘛会当讲一个成果，嘛会当讲一个反省，嘛会当讲一个重新来看去，就请苏国贤教授、苏国贤长老用社会学的观察，也是一寡的数字的统计各方面来对台湾的咱的教会现况，特别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表现出来的现况，来做一个了解。重新到去年2021年的宣教会议来看的时阵，有3个真重要，即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爱重新伫遮重新去起做，也是讲阮真努力咧做的代志。一个是组织再做，一个是教会要安怎伫即个社会内底，佮重新发展。特别伫咱即个社会，比如讲咱的高龄的长辈。也是讲，咱即马特别是即2-3年内底，即个疫情到即阵的即个时阵，已经是向即个 COVID-19 的病毒共存的即个社会，咱讲后疫情时代，咱要做啥物货？佮讲到21世纪新台湾的宣教运动，这毋是即马较讲，其实是2000年迄个时阵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进入21世纪内底有真侪宣教方案，阮一一提出来重新检讨。所以，阮伫即3天的会议，就是阮要来进前即3天一直咧讨论遮个代志。但是所以阮设计真侪时间，嘛真感谢咱的教会伫周报，嘛有刊登。因为我本身是负责伫青年时间委员会。内底有一寡书记的活动，我爱台湾宣教营，是讲少年营、青年查经等等，
但是毋是办事工尔，爱转去甲信仰的核心的问题。咱到底是认同什么货？咱的传承，较会当讲咱的传承、更新佮创造。这个宣教的重新的调整，其实毋是我讲的，其实是读保罗的培训，特别加略太书，伊先去处理咱因内底信仰的核心问题。所以伫即内底，咱的认同是甚物货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内底讲认同，所以自民通过听甲受苦，正所以人的记号。咱认同即个土地，咱认同所有的自民，咱认同咱的教会每一个人，拢是有伫基督内底穿基督的衫的每一个人，拢是甚物货？拢是恩典的后嗣。所以伫即内底，重新来看的时阵，通过咱今仔的缩卡。加略太书的第3章21、19、29节，也是恁有时间会使将整体、将加略太书规个读过的时阵，会当发觉到，若是伫保罗这个时阵，有可能面对台湾，也是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讲啥？咱的主题是传承上帝国，塑造新的特殊。安尼，咱读者重新来看的时阵，是爱传承伫基督耶稣的内面。塑造活出，因为咱信耶稣基督，因为这个信是甚物货？耶稣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死过活所见证的这个信息，来形成的上帝国新的特殊。但这个上帝国新的特殊，就爱甚物货？超越族群、阶级、性别，伫基督内底拢成做一体。愿上帝赐福咱大家，嘛愿上帝祝福上山教会，特别来看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现主时所做的事工。感谢大家不断替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整体性的宣教和总会祈祷，嘛伫即内底成做一个信仰的共同体，伫主的引带内底向前跑走，成做5万的记号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领受通过耶稣基督的死过活，即款有永远我5万的大恩典。阮面对台湾这个社会真特别的处境，嘛伫逐间教会拢有逐间教会伫在地的信徒，也是和即个社区之间的结连。恳求主帮助阮，互阮有信仰的开信仰的目睭，来看到即个时代的即个处境的内面，恁对上帝通过你的话对于阮来讲话，就亲像迄个时阵的保罗先生对伫加略太遮个信徒所传扬、所勉励的遮个话，恳求主，互阮伫上帝囝儿的身份内底，成做一体。帮助耶稣，你听甲受苦的信仰，向社会陪伴向前行。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因为恁对信靠基督耶稣，当作上帝的囝。加略太书第3章26节。因为恁对信靠基督耶稣，当作上帝的囝。加略太书3章26节。三甲来金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91首，591首，请起立。
坐。奉献，请庄博雅执事、蔡松瑞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请看周报197页消息报告。第一点，今仔日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，特别派李信仁牧师来讲道请安，多谢李牧师，请兄弟关心奉献。第二点，建堂委员会利用3种管道来收集兄弟姊妹对建堂的意见，欢迎大家使用。第一是1楼的建堂公布栏意见箱，第二是教会的 email， 第三是上山教会 LINE 的群组。第三点，拜三暗时8点，祈祷会恢复实体的聚会，同步用 Google Meet 来举行。欢迎兄弟来教会，也是利用现场的方式来参加。拜三祈祷会需要书评的同工，有意愿的请联络单比林牧师，也是蔡淑芬领导。第四点，本教会社区关怀甲商业大学定6月24拜5上午10点，要举行结业甲毕业的典礼。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总集来订正。主办聚会甲下周讲述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大先咱来欢迎转会集入来咱教会的人吼，咱欢迎李亚和林怡化姊妹将伊会集对泰国的教会转来咱本教会，诚做咱上山教会的一家人吼，咱拍手欢迎。好，再来，咱为着一寡的兄弟姊妹甲教会，也是咱世界台湾来祈祷。好，大先咱为着世界吼，这局势，为着台湾面对的这局势，也是为着宣教师因伫逐世代、逐所在伫遐传福音所拄着的这个危险，也是困难来祈祷。第二，咱为着暑期华人教会庆丰福音队的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主备办。第三，咱为着建堂的事工祈祷。第四，咱为着怀孕的姊妹圣心甲配音。
那么为着确诊的兄弟姊妹，咱嘛是有一寡兄弟姊妹要伫确诊的内面总是感谢上帝，因拢真平安，继续为因祈祷。为身躯欠安的兄弟祈祷，为着走伤伤伊的骹来控照顾，咱恳求主医治伊。那么为着神务之师来护者、四伟兄、慧玲姐、苏胜老师、明珠姐、俊贤兄、邱菊姐、邱玉姐、应轩、钟贵兄、庆和兄、秀恩姐、志金姐、弟兄兄张老师、米霞姐、米兰姐、邓妈妈、龚琪姐、陈其雄长老、阿淑姐、以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谢林兄、明理姐、谢平兄、阿菊姐、郭湾兄、东龙兄、丽珍、美珍、幼庄兄、李雀老师，所以咱开喙为着这个事来祈祷。感谢你因带动，我们伫组织伫遮做恳求你帮助，我们会当好伫为咱活神，也恳求你保守阮的教会，互阮伫祈祷一定是顶面会当搁靠互你来，就互阮伫祈祷的中间看见上帝你最大的权能。希望为着教会来祈祷，恳求你带领阮的事工，无论是阮对内，也是对外宣告变长的事工，恳求你来引带兄弟姊妹，互阮同心合意。阮也为着阮的伫世界各地宣教士来祈祷，恳求你帮助。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，求你保守因的生命，恳求你看过应该因巴倒来的囡仔，恳求你因帮助。主啊，伫动荡不安的时代，阮搁较需要你。主恳求你来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注目伫你。毋是注目伫现主时的这局势，所以阮相信，主你要引带阮伫行往上帝国实现伫地上的时，你爱阮做甚物？主恳求你照着每一礼拜的讲道，照着阮每一日的读经，搁一摆来换生阮，互阮会当有正确的信仰，互阮有对你来的神。会当来认清即个世界，互阮会当知上帝你劝阮伫即个时代爱阮做甚物，恳求你帮助，互阮会当自信伫你，互阮无惊即个世界所发生的代志。主，阮恳求你来保守，帮助阮的兄弟姊妹，做兄弟姊妹身躯欠安，长期身躯欠安的，你处理疗养的，恳求你也来顾守看顾，邀兄弟姊妹。是较正的，也恳求主你会当来医治，互因的心也平安。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因，互因甲因巴倒来囡仔会当真平安。主，阮也为着阮教会建堂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主你引带保守。阮真侪代志，阮是毋知影，阮无法度确定阮要安怎做的。总是主，阮相信你已经伫为阮开路。阮也为着华人庆丰教会福音队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，互暑假的即个福音队，当阮去到华人的时，阮不但会当甲当地遮的兄弟姊妹有好的交陪，主，阮也家己会当得到造就。阮也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，阮看见即个世界已经失去你创造时的迄款的美好，恳求主你的赦免，恳求主你的怜悯，也帮助阮，互阮伫阮所处的即个处境，互阮搁较会当知阮爱做甚物。主，恳求你引带阮众兄弟姊妹，阮也同心来为着总会的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总会，帮助阮会当用祈祷、用关怀来看待总会这个事工，帮助阮会当伫台湾会当成做你所欢喜的一个教会，使用阮总会属下这机构、这个教会。互阮会当伫遮有好的服侍，阮也将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拢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引带带领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来吟圣诗398首，圣诗398首。稍后请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